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31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马太安溪放山湖在后重建特别条例早起3读通过，经费300亿，爱伫112年3月31日进前完成。发现非洲伫这台中国车饲猪场佮严重有病毒，派出化学兵协助消毒。台中市议会民进党团是要求监察院追究责任。今年 APEC 早起举行，咱国代表林信义排伫第5顺位出场。主办单位是以主要经济伙伴甲精品的竞争者来消解台湾。来看华人马太安溪放山湖在后重建特别条例，早起伫立法院3读通过了，是编300亿的预算，爱伫116年3月31日进前来完成。另外，有民进党的议员质疑讲，华人县政府最近开1亿的便当钱，也毋过县政府是驳回讲1亿是采购的金额，毋是实际的开销。灾后重建特别条例制定通过。花莲马太安溪放山湖在后重建特别条例3读通过，所需要经费上限新台币300亿，照协商调野党团拢未提复议。住宅的这个清淤、家园的清理，还有复原的慰问金明确入法，降低我们受灾民众的这个负担，而且不受一门户、一门号、一户的这个限制。昨天在协商的时候呢，我们很庆幸的这个迁村的这个部分拿掉了。而这里面就蕴含了一个危机。今天绝对不是说我们政策决定了之后问灾民接不接受，而是灾民要有代表，灾民必须要能够是在讨论的一部分。我们一定会跟地方的议员合作，要有更好的监督。不过，花莲县议员吴仁顺是打出一张花莲县政府在后准备金使用会证表，其中马太安溪放山湖灾害救灾工作相关人员的便当钱，竟然值9166.7千外块，强要到1亿。花莲县政府反驳讲毋是事实。迄当阵的中央前政协调所总指挥官桂连成讲，迄当阵逐工伫咧灾区人上多时阵爱3万的便当。你那一段时间吃到1亿，会不会太多？这个我没有办法精算了，因为便当的落差蛮大的啊。你70块也有一个便当啊，100块、120块也有一个便当，这个没有办法去算了啊。这个要问这个实际上这个负责便当的人才知道。但负责便当我们会有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县政府，一个是我们中央的农粮署。到现在为止，跟所有的义主团前面的合作，所以呢，使用的金额不到一半。到昨天晚上为止，总共使用了4023万。而民进党的党公词明明可以看得到资料，却不断的扭曲。花莲县政府30案发声明澄清，强调9166万外是开口契约的上限。国民党立委卜坤基也讲，无排除要提出告诉。对此，吴仁顺是讲，县政府提供给议员的资料，那只是空列误算，就应该注明清楚，那不会误导。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出，讲台中市政府虽然已经针对发生非洲猪这5车的低调大消毒，也毋过嘛，搁伫2个所在验出有病毒。农业部昨暗搁透过国军的化学兵来协助全面大消毒。有民意代表嘛指出，讲台中文山的掩埋场要伫喷顶头来砍土，也毋过再来的土内底所有土沙无合规定。台中市政府嘛表示，讲会赶紧改善。国军官兵穿连身的防护衣，30暗时集合，伫发生非洲猪这案场准备进行消毒。无爱治哦，口罩爱治哦，口罩咧好先行。支援消毒的成百30个官兵，后来佫增加到80个，全部拢照标准作业流程。台中5车发生非洲猪这案例场，先是市政府清洁消毒了后，佫伫2个所在验出病毒的阳性反应。后来市政府用火枪强化消毒，按过中央前进应变所29个采验，也是伫咧案场下壁甲饮水区2个所在验出病毒阳性反应。市政府讲案例场的卫生条件无好，垃圾超过1尺。比如说，我们原来以为是地板的一部分的，实际上呢，它应该是常年这个污水沉积物含这个可能猪只粪便的这个污泥底泥已经结合成地板的一部分了。但现在我们要让它不再是地板必须要进行刮除的作业。
市政府讲，为了确保后续消毒会当达到最佳效果，必须爱先全面清洁了后再来消毒。3月31日早起，包括东部处22人，也甲80个官兵，也搁伫现场作业。另外，有民意代表是讲，市政府甲喷的安排场为12位减到剩3个所在，目前正咧进行勘图的作业。不过再运过来的图无下规定，市政府嘛提出说明。建设局的提出来的土方，他们的力径的比较大，所以我们认为环保局认为不适合，所以也就没有让这些土方进到我们的掩埋场来。所以我们掩埋场的覆土绝对没有用力径比较大的一个土方来去做掩埋。市政府讲，目前安排场下骹拢有未涉水的布，好亲像是喷水溢出来部分，是因为进前落雨累积的雨水，好人造成环境污染。另外，佫提出3大支持措施，包括喷坑入去免处理费、司机补助，也佫有肉店的营业补助，表达会停产业。前进应变措施指出，目前疫调也无其他无正常的情形，希望加变度锁定伫这个案场。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中标出咱国内头一个非洲 DJ， 民进党的台中市会党团不满台中市政府处理的过程上过拖沙，搁哩哩啦啦，问题真多哦。今仔透早是去监察院澄清，要求监察院爱调查、爱追究责任。我们希望监察委员能够好好的来查清楚，到底台中市政府，包括市长、包括农业局局长张进昌、包括环保局长陈弘毅。在这段时间该负起什么样的责任，应该给全民一个交代。我们也要呼吁卢市长、卢秀惠市长应该要跟全民道歉，2位局长应该下台负责。整体事件我们发现台中市政府抽查这个厨余的使用状况，只完成了5%，那这个5%等于是4年完全空转。等于把整个稽查的动作完全放空，所以这就是整个行政怠惰上爆发出来的非洲猪瘟。另外，针对台中市政府目前乌空台喷的行为，议员嘛正烦恼讲会影响到台中的水质甲环境。台中市议员希望讲监察院会当来针对台中市政府的行政疏失来进行调查。为着要防止境外电商平台甲疫区相关的猪肉产品卖来台湾，海关甲防检署早起是去桃园机场稽查，那么做伙来了解。顶日台中验到头一个非洲 DJ， 为了避免疫情扩大，目前进口的货物全部拢会用电工来查验，边境的管制嘛加强戒备。台北关甲防检署桃园分署检疫遣队，下礼拜至少有2届无定期去机场快递专区，针对为中国、港澳、越南、甲泰国等等高风险的所在进口的货物，拢会做联合稽查。我们除了100%做 X 光查验之外我们有个机动巡查队我们随时不定期的都会在理货区随时对于那些高风险地区加强查核。针对境外电商平台防指控有卖外国疫区内的猪肉制品，透过货柜甲包裹送入来台湾，惊会有防疫空芳的疑虑。台北关表示，因一向拢以真悬的标准、规格、谨慎的态度来把关。若为高风险地区内的包裹，拢会加强抽检，若人工拍开查验的比例嘛会提悬。我们利用这个犬只非常灵敏的鼻子，再加上海关它有 X 光机器的查验，以及他们的强制查验权。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针对于高风险来的地区的，更全面的去做这样的一个查验动作。有关为外国来台湾旅客行李，中央在海应变中心表示，为非洲伫这高风险国家来的，同款依次分流的制度。针对所有入境旅客行李查验的比例嘛有提悬。另外，若是旅客继续检查，会先看到；不过，若是坚持唔配合，就会请海关协助，把行李拍开检查。若查到违禁品，相当会罚100万。记者综合报道。受到非洲 DJ 疫情的影响，台南市学校要来实施中昼顿减喷的计划，要求营养师得爱控管食材价量哦。教育局希望讲3个月内喷会当来减量8%。挂拍开红烧猪脚排的香味、香公公边仔已经煮好的脆米，这是台南市复兴国中学生囡仔的中昼顿，因拢总准备3250个师生的量。不过，受到非洲 DJ 的疫情影响，喷已经袂使用来饲猪。对此，台南市各学校开始实施，由校内营养师控制中昼顿，兼做好评估供应量，来减少食剩的量。学生们互相提醒，唔通浪费。
每个月都有满意度调查表，然后还有分量调查表。对，所以这样可以精准的控制我们每一个班吃的量到底是多少。像是如果没有吃完的话，就是隔壁班互相帮助的这个状态。昨天的饭会有点剩，所以我们昨天做了记录，几个班剩比较多的，我们会稍微做一点点的减量。台南国中小学生有13万5千人。逐工伫学校食到，按算一工分的量平均有9吨，差不多是2只亚洲球的重量。配合中央政策，台南市教育局带头来实施，按算目标3个月内要达到学校中昼顿通减少8%分的量。教育局嘛讲，逐礼拜安排督学去学校访视辅导，冒请学校实际掌握食剩的饭菜数据，随时做调整。在食材的准备方面，我们也请营养师调整，减少所谓的高废弃的这样子的一个食材。备餐的部分，我们其实有一个精准备餐的机制。那目前在学校的相关剩食处理，我们都是配合环保局的一个指导规范，那统一交由清洁队或合格厂商来统一再运到指定地点做一个处理。希望营养师能够发挥巧思，设计营养均衡又有特色的菜单。让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把饭菜都能够吃光光。教育局强调，因是以确保学生、让学生营养有够，兼食会饱的情形下做调整。台南的学校除了积极落实分减量的措施，嘛利用中昼时间推动小食教育，让学生了解食物的珍贵，养成卖浪费的好惯习。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来看美国联准会29宣布降息1码，今仔台股盘中是起超过190点哦，也毋过落尾是以28,233点，落54点收盘。台积电早盘上悬是起到1525块，以1500块收盘。相对于美国降利息，咱高学者是认为，今年台湾的总体经济表现了袂歹，所以咱无降利息的必要。也毋过联准会降利息，资金嘛可能会投入亚洲，代表的面对可能会阁继续起压力。10月上尾天，台股今日当收红，收30美国四大指数收乌，台股31开盘8变乌，尾下就一直爬起嚟，早盘上悬到28,484点，起超过190点。宽达股台积电是徛在伫咧1500块，早盘上悬起到1520，起15块。短线上市场的关注焦点其实并不会受到联准会的一个政策方向有过大的影响，那反而会去看重就是大型科技股未来的展望，以及中美贸易的相对缓和。台股目前来看的话，其实是反映的就是对于明年 AI 的这些资本支出扩张所带来的一个正向效益。专家认为，11个台股基本面有支撑，高档向起出现震动诱回，搁再创新高。也毋过，加台股起来比，这两天新台币兑换美金，敢若是受到美国联准会降息1码，一个12个无一定会搁再降息的消息影响，代票盘30亿对美金30.76块开出，盘4.5分。央行副总裁朱比利30讲，若是台湾的经济前景看好，外资对台股有信心，资金会继续入来，带动新台币升。也毋过汇率的起盘是真歹估计，市场伫咧注意讲，若台票缩落来个升，敢会影响12个央行的利率决策。我觉得要看那个时候的这个台币汇率走势而定了因为现在看起来就是说整个今年的总体经济情势在 AI 需求的强劲拉抬那表现是出乎预期的好所以现在降息的一个整个的必要性并不是很高。专家认为，央行所落来会继续观察台币汇率的形势，因为台票若高升，对原本就受到美国对顶关税影响的传统产业业者，恐惊是相当打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年 APEC 经济领袖会议早起正式开始，咱国的代表林信义是排伫第5顺位出场，一出来就甲南韩的总统李在明来握手翕相，互动大约40秒哦。但是伫咧转播的时，小解台湾的字卡，国家的名是写台湾，冇中华民国的国旗，佮用主要的经济伙伴甲晶片的竞争者来小解台湾。Chinese Taipei林信义회장입니다。满面笑容行入去会场，甲南韩的新任总统李在明伫背板头前两个人握手接力翕相。李在明问好林信义也点头回应。2005韩国 APEC 经济领袖会议10月31开始。接下来就位在经济领袖会议所举办的庆州和白国际会议中心，我方代表林信义今日先后参与第1场圆桌会议，与企业代表对谈等，外界关注他与各经济体的互动成果。
林正义入场的顺序排伫咧国际货币基金 IMF 副总裁乔治爱华、越南国家主席、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加泰国总理后壁排第5，排伫咧后壁的是新加坡。媒体中心现场直播画面的字卡是以台湾国家国旗，也讲台湾是南韩的主要经济伙伴，加晶片的竞争对手。另外，包括韩国国营有线电视频道 KTV 国民放送，也伫标题采台湾的国旗。伫第一场研讨会议，林胜基是坐伫咧会议厅倒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坐伫咧正边，两个人差不多是对角线。不过无翕到两个人有互动。另外，经贸办谈判总代表杨定年讲，台湾跟美国有互动。川普总统来这里很短暂时间就回去了，所以呢是跟这个副贸易代表，他来出席 APEC 这个双部长会议。你们大概好奇我有没有跟他往来？有，我确实有跟他往来。杨定年伫咧参加 APEC 商部长会议了证实，甲美国的副贸易代表示威者有活动，不过强调因为核心原则无方便讲内容。因若关系议题，行政院副议长陈丽君也伫30讲，按算伫 APEC 了后，双方会继续沟通。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讲，昨个川习会并无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讲到台湾问题。咱的总统府嘛强调讲，咱甲美方拢有保持密切联络。也毋过学者是认为，美中会谈无讲到台湾真罕见。川普嘛预告讲，明年4月会去中国访问。针对美中台三边的关系，咱得爱个斟酌。What about the Taiwan issue, sir? It never came up. Taiwan never came up. It's not discussed, actually. 美国总统川普证实，让6年举行的川习会无讲到台湾。中国外交部正式新闻稿嘛无讲到台湾。对这代志，总统府搁再声明，乐见美中领袖交流，台美会保持密切联络。很乐见像这样能够降低各种单边行为对于区域所带来的冲击，持续来做一些降低风险的努力。我们彼此的沟通都是很顺畅的，那未来也持续跟美国合作。其实这届川习会的美中官员阵容是以主管商务经贸为主，或者是讲美中会谈无讲到台湾真罕见。川习双方无定着希望成功无益这级别的问题，只不过川普预告明年4月去中国访问，所以也是爱注意因应美中台三方关系。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华府方面提出的要求，但是经过双方幕僚先期的作业是同意的，但是北京同意也是很罕见。美中还是战略竞争，所以台湾议题在比重上可能没有那么高，但是不排除他把台湾议题拿来做运用。对于川习会无讲到台湾，朝野立委个人有看法。对台湾当然是好事啊，因为对一谈的话，对台湾不会有太好的一个结果吧。在川习会如果把台湾放在谈判桌上，其实是违反长期以来台美的外交的铁律。台湾不是拿来用来谈判的，这对台湾来讲当然是一个正面的消息。那是川习会后，川普宣布美中谈判已经达成协议，台美进度部分，带关税谈判团队的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30表示，台美当地进行书面文件交换讨论，一定 APEC 落幕了后继续沟通，若是顺利得到共识，就会当进入总结会上达成最后的协议。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咱国军向美国买108台 M1A2T 战车，有代表上中战车的称号。头一批38台去年底送来台湾。总统赖清德今仔早起伫新店湖口来主持成军典礼。总统指出讲，有实力才会有真正的和平，抢和平协议是无法度有和平。总统嘛，搁再强调反并吞、反侵略、反对推进统一，嘛反对一国两制。代表上强的战车 M1A2T 总算成军，甲 CM11拥护战车进行任务交接。伫总统赖清德甲官兵的见证 ，M1A2T 正直接守护工园的重要使命，持续守护国家安全。国军战车身躯团成，陆军540里连兵3营，经过10个月训练，完成射击作战测评，正做头一批完成接种 M1A2T 的部队。陆军31伫新店湖口基地举行 M1A2T 的成军典礼，赖总统亲身主持，正式宣布成军令。自民国114年
10月31日起，成军服勤。罗总统尾仔上车检阅部队，504里电视 M1A2T 分别驾车拖涉2米飞弹，莫吉无人机排几排，场面真壮观。罗总统第一岁时阵讲，只有实力才当带来真正和平，坚决反对一国两制。签订一纸和平协议无法带来和平，我们要不卑不亢，维持现状，坚决反并吞、反侵略。反对推进统一，反对一国两制。M1A2T 做国军新世代战略，火力赢现役CM11甲 M60A3 战车真济，是咱国战车头一届配备120公里大炮，动力是 AGT-1500人机涡轮，最高时速达到67公里。逆时车新采用复合式装甲，防护力不佳好。实操演练过程中，最困难的部分是驾驶，有时候会因为视角受限问题。那没有办法看到整个训场的地形，这时候就要借由车长的指挥与引导，加上双方的信任，才能完成此项任务。M1A2T 成军后，接下来将一肩扛起守护北台湾的重责大任，像是守卫台北港以及桃园机场等重要关键基础设施。要引进战车其实是没有问题，但是你必须配备更多的反无人机，比如反无人机的装甲车跟在战车车队后面的，或许这些战甲车队在未来的战场上比较有生存的空间。国军合作中国威胁，向美国购买108台 M1A2T 战车，分作3批交付。去年底头一批38台到台湾，第二批42台今年7月到台湾，最后一批28台要伫明年交付，大大提升部队的战力。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美国总统川普宣布要开放核武测试，引起真侪讨论。北京是表示讲，确保核子武器的效能，嘛是国家安全重要的一部分。也毋过，联合国嘛警告讲，目前世界上的核子风险已经是危险偏悬的状况。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上新的评估，即马全球的核子飞弹大约是有12200粒，大部分拢伫美国加罗西亚，中国伫这几档嘛增加真侪。美国总统川普伫陪往富山甲习近平会面前，透过社群大文支持美国国防部甲对手共款国际核试爆。副总统范斯受访强调，测试是为了确保核武库长期维持效能的一站。We've been working very closely, even with nations that we don't have the best relations with, to try to limit nuclear proliferation. The president's going to keep on working on that, but it's an important part of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to make sure that this nuclear arsenal we have actually functions properly. 学者讲，美国虽然会当挖靠超级电脑、雷射甲其他先进技术维持核武库的可靠，不过若是选择核试爆，也是扩大动态测试，也可能互人解脱是向罗西亚中国发出战略信号，引起新的核子竞赛。If the U.S. wanted to make a really big signal or send a really strong signal to Russia or China that it wanted to get back into nuclear competition, perhaps with new weapons designs, then it might want to return to testing for those reasons as well. 联合国搁再声明，目前核风险已经悬到使人烦恼，呼吁各方避免任何可能致使误判升级，并造成灾难效果的行动。佮强调，核试伫任何情况下，拢无应该互人允准。And as he has said, we must never forget the disastrous legacy of over 2,000 nuclear weapons tests carried out over the last 80 years, and that nuclear testing can never be permitted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全球目前有9个国家有核子武器，将近9成核子弹集中伫美国甲罗西亚两国。中国持续扩编，英国、法国维持中等规模，印巴两国互相牵制。以色列甲北韩是区域无确定的因素。There are 9 countries that have these nuclear weapons. But overwhelmingly, and we're talking about almost 90%, are in the arsenals of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f the United States did return to nuclear testing, then other nuclear possessors potentially could follow suit. The country that would benefit the most from a return to nuclear testing is China. 专家提醒，若是禁止核试爆这个禁期打破，其他有核子武器的国家嘛会相学。中国历年来核验次数较少，可能伫新一轮测试得到更较大的数据红利，进一步增加军备竞赛风险。公司新闻丁伟仁编译。法国罗浮宫这个月19号偷走价值大约31亿的珠宝。法国警方之前抓到2个嫌犯，第29暗又搁伫巴黎抓到5个嫌犯，其中有1个可能是主要的嫌犯哦。也毋过，碰见的珠宝目前嘛是搁还未找到。
罗湖江插头案最新的进展，已经抓到5个嫌犯，10个囡仔徛伫罗湖江防浪派塘仔门边，双手摇悬比爬塘的姿势，真侪游客拢听到抓到5个嫌犯的消息。Et là, je suis content de ce dénouement, ouais, c'est sûr. Maintenant, il faut retrouver les bijoux. C'est le plus important, c'est ce qui compte. 检方讲，警方伫无同所在抓到嫌犯，其中一个有可能是本案的主嫌 ，DNA 的事情甲因一个一个串联起来。其中有2个嫌犯承认伫10月19这件轰动的车案内底，因有部分参与。L'un d'entre eux était effectivement un des objectifs des enquêteurs, puisque nous avions des traces ADN le concernant qui le lient, de notre point de vue, au vol qui a été commis. C'est un des suspects que l'on avait, je dirais, dans le viseur, si vous me passez cette expression. 检方所起诉的一个嫌犯，2019年来法国大，伊要坐飞机去安尼吉利亚的时阵，伫德国路机场被抓，会查到伊，因为伊有交通违规的记录。另外，伊伫离开现场的时阵，所骑的机车顶面去用验着 DNA。Surtout sans billet de retour. Donc là, il a fallu évidemment accélérer les opérations d'interpellation. Pas permis de retrouver le butin de ce cambriolage. 另外，一个39岁的嫌犯有牵涉几两件窃盗案的记录，伫电视珠宝的玻璃图，甲现场所留的物件内底有查到伊的 DNA。搁在目前并无查到管内人有涉案。检方讲，无排除各大的犯罪集团参与，包括可能指挥作案，也是准备收赃的买主。公视新闻黄文玲编译。来关心天气哦，锋面通过，佮加上东北季风又佮增强，今仔开始北部、东北部佮有东部地区温度是愈来愈低。礼拜到后礼拜一有可能降到10外度。中南部地区就要注意，日甲暝温度会差真济。医师嘛提醒讲，有过敏甲心血管疾病的民众，就要特别细腻。诊所一个开导患者来看病，最近天气转冷，医师观察到真侪因为温度降低引起过敏的个案。透早就下久的患者来互看。气喘发作的病人来的时候就是咳嗽，但是他的咳嗽跟一般感冒咳嗽不太一样。一般来讲，如果差6度呢，我们就会感受到不一样。有些过敏的病人呢，就会被诱发出来。医师提醒，温度降低，血管较会收缩，致使血压压悬，增加心脏病、甲急性中风的风险。高风险的族群都要注意加套衫。气象署指出，31开始锋面通过，东北季风嘛增强。北部、东北部、甲东部天气明显会较冷。礼拜一低温有机会会到20度以下，是秋天以来温度降低降上济。在礼拜天晚上跟礼拜一晚上，甚至到礼拜二晚上的这段期间，目前看起来会是温度比较低的一个时候。像是在北部宜兰地区一个低温差，大概就是落在20度上下。气象署针对15个县市发布透风特报，按照到11月初四，东北季风会小可减弱，不过受到华南混合系影响，桃园以北、东北部甲东部有雨，敢若小可会回温。11月初5拜三，东北季风会阁增强，遮方面开始会落沙雨，天气又阁无稳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竹市东大路4段昨暗发生地层下陷，可能是因为附近有工地等的乌地下室哦。市政府是赶紧有封锁线，受到影响的19户33人先安置，嘛已经要求工地就要随停工，嘛进行调查。恁家厝受到地层下陷影响，已经严重起气。警方除了伫现场扣封锁线，手物赶紧派人打告示，禁止任何人出入。新竹市东大路拜四暗头啊，传出地层落落意外，积极撤离19户33人进行安置。这些那个墙都龟裂嘛这个都是心痕呐，都会割手的心痕呐，有没有？这都是龟裂它每天一点一点的下陷，但是因为越来越下陷，对，所以今天更倾斜。以前我们这里的房子虽然老旧，可是经过大地震什么的，我们这里的房子都纹丝不动，也没有什么裂痕啊什么的，完全没有。可是这一次这样搞的我们这里真的是很可怕。警方透早市务局派出相关单位来会勘，初步判断有可能是边仔工地地下室工程受地下水影响，才引起的地层落落。目前除了暂时先用暗蒙图加强以外，下令要求建商停工接受调查。初步判断，这个设计的部分是没有问题，那可能是工地的沙质的状况，然后地下这个我们南寮部分呢地下水位又高，又受到那个海水潮汐的影响，所以施工的变数性大，那可能是这个原因造成
沙质的土水流出来之后，造成地层下陷的一个问题。市府指出，除了会发动相关调查程序以外，社会处也已经安排民众到附近旅馆安置，接落去会要求建商提出改善计划，来厘清发生事故的原因。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高雄小港大拿埔1号徛街，79岁厝主出门，一倒来厝就发现讲厝里一卡保险箱无去咯，内面有金仔现金，大约是损失240万。因为调无监视器的画面，迄附近的厝边就讲哦，伊迄卡头仔的监视器设无几台，实在是无保障。有你讲念的啊？你讲迄个保险箱？系啊。厝主的查某囝讲，因阿母甲保险箱放伫遮，内底有银角仔、纸票、金仔甲200万的定期单。30下晡出门转来了后，就无看见，惊一个赶紧报案。发生窃案的人家厝是伫咧小港的红西路顶悬。今年79岁厝主讲，伊要出门有锁大门，警方到场调查嘛发现大门有锁，嘛无互破坏。不过附近的监视器拢无翕到画面，目前正咧调其他监视器扩大调查。阿妈，你讲是有锁门吗？还是？有啊。你讲有锁门？有啦，我每厝里拢有锁的啦。初步调查，民众上锁大门未遭破坏，并周边路口监视器尚无有效画面。监视人员已采集到相关机证，送验比对中。同时，已积极扩大调阅公家监视器及附近商家民宅监视器，积极侦办中。因为民众厝内无到监视器，而且警方找公家监视器嘛找无过面，到底保险箱是谁偷摕去的？警方正咧调查。附近民众讲，伊进前嘛捌着贼偷，嘛同款看监视器拢找无，落尾嘛是找无人，所以有的人就归去家己斗较安全。每个行路啊吼，啊像咱迄要揣迄拢嘛爱做，啊要行啊内底嘛拢爱做，说有诶出来有做，啊看迄无对啊。为了安全啊，这复杂。哎呀，来好炸，而且我们又常常不在家。民众讲，庄仔头附近大家拢熟悉，人口单纯，不过规条红西路、长路路、双边拢是犯厝，煞干那路头路尾有监视器，数量嘛无济。近摆若发生代志，就接找无画面，对当地治安来讲，确实会互民众感觉真无保障。记者看下做邱朝阳、高永昌报道。云林的警方最近针对 ATM 重点追查，发现有诈骗集团用无同款的车，佮挂假的车牌爱车手、外国车手去领钱来相比追查。即摆已经抓到12个嫌犯，嘛以上发班。伫即间出租套房，警方甲越南一个车手压伫咧涂骹，因为最近云林警方锁定合估几多个 ATM 提款的地点进行查缉，发现有几多位外一个车手用无共车、无共车牌、无共人互相交换，出去领现金。那么由我们斗六分局兵分多路展开同步攻坚的行动，成功缉捕阮姓犯嫌等12人到案，现场查扣涉案车辆7部。现金100万元以及多项的证物。警方讲，这件案件总共抓到12个越南籍的车手，有8个是逃走移工，4个是来移亲读书或者是工作签证。犯案地点除了云林县，也有台中、彰化甲嘉义。案件依照早期税前防治法定罪，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向法院声押核准。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尤其普发现金1万元即将开跑，诈骗集团恐趁机出招。用假网站、简讯钓鱼连结诈骗民众个资及提款卡存折。警方讲，这边查到的外籍车手集团分工正旧，已经伫咧追查幕后是毋是也有主嫌犯。而且最近政府被破发现金1万块，提醒民众，政府未主动传简讯，叫你输入个人资料，若是收到可疑的信息，会当卡105查证。记者综合报道。有48档历史的高雄爱林病院，建筑物无符合卫生福利部的标准，嘛拢无提出改善的计划，互高雄市政府处罚，嘛要求停业1个月哦。最近又搁互检举讲管制药品的使用嘛有问题，计共是有上100项的欠点。即马市政府要甲伊移送检调侦办，病院目前是无回应。病院门口写修正，这间高雄三边区的爱心病院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因为建物无符合中央规定的医疗机构的标准，有消防、公安、甲病安的记录，所以一直拢无提改善计划，互市府卫生局连续裁罚，而且要求停业1个月。病院公告修正到11月初2，最近阁去有市府发现讲，病院管理管制药品有真侪项严重的缺失，计共180项。麻醉药品的部分
有一些管理上面的问题，调阅了170本病历，那逐本的去核对有关于管制药品的这个处方以及核发的数量，那有发现总共有至少180项的一个缺失。市府讲，伫遮侪项缺失内底，以管制药品质量的记录，甲药单无共款占上侪。从2003年1月到今年9月，甲患者开刀有用到管制药品的，拢总有170本的病例，全部拢有缺失。因为可能涉及患者的安全、甲病毒危害的疑虑，除了行政裁罚，嘛依上法办。听说他们也要停业一阵子，或者是永远停业，我也不清楚。问题是说，这样结论就是说，对这地区的病患来讲非常不方便，非常不公平。病院封下令停业，不过有的患者唔知影，要是要去予医生看。面对停业1个月处分，甲院内管制药品去予市府查出真侪项严重的缺失，病院这边是拒绝受访，无要回应任何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阿里山新林铁路去年7月转线通车了后，嘛是各有民众会行伫铁基路顶头。昨透早，警方阁看到2个游客又阁行伫铁基路的顶头，阁违法想要行入去自然保留区，互警方移送交通部的铁道局处罚。依表第2项，行人车辆不得侵入铁路路线、桥梁、隧道内及站区。警方看到违法行铁基路的民众，严面甲人砸落来处地。30日时，阿里山林田自会同当地派出所进行驱大处地，伫明华线1.85公里的所在，发现2名游客违规行铁基路，入去义和兰的自然保留区。在明月线1.85公里处发现2名违法游客。依铁路法规定，每人将处以1万元以上罚款。林铁处提醒游客要去到明华线义和兰自然保留区，要先完成入山的申请了后，搁坐林铁到交平车站行塔山的步道，唔通为着要省时间冒险来行铁基路。前往明月线的游客不要贪图捷径，前往姐妹潭的方向，行走塔山步道前往明月。林铁处表示，自去年12月到今，已经配合当地警方联合处理22届，计共有18人违规受罚，罚金为1万块以上到5万块以下。呼吁民众要配合规定，维护自身甲火车的行车安全。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新北市土城的八仙宫今年建宫48周年，白沙屯宫天宫的妈祖专工来到土城战景祈福，今仔开始连续3天，明仔载卖甲有8档历史的朱慧宫的邦桥马来回乡，一透早信众就叉，现场是闹热滚滚。现场的信众是下下平平，大家提前跪拜，等待白沙屯妈祖的銮驾，准备免两桥卡。这是白沙屯妈祖来到新北市战景的活动。白沙屯妈祖的銮驾早起按八仙宫起驾，即马是天驾伫记者背后的三关宫。这届白沙屯妈祖特别来到新北市的邦桥和土城，是为着要和邦桥朱慧宫的邦桥马回乡。现场嘛，吸引真侪信众是专工来参加。因为我喜欢妈祖，爸爸帮我讲。其实我很早就很想参加白沙屯妈祖绕境，那因为有很多因素刚好没办法参加。那这次是我姐姐参加北辰宫的义工，那我也很想说来参加，跟妈祖一起来绕境。真侪志工嘛来到三工，也摆啊一起现场的特殊，因特别提醒民众，若是软桥卡，都爱遵守志工的指示。妈祖神教要过来之前，我们先协助宣导，就是钻轿底，我们必须要3个一排，然后呢，帽子要脱掉，包包要放胸前，这样。这边的话还有很重要的就是神教不能摸。白沙屯马战景的活动，自10月31日一直到11月初2，拜5会伫土城区来绕境，因若拜6是按八仙宫起驾，下晡时朱慧宫接驾了后，伫邦桥区来绕境，嘛自驾一暗。礼拜按朱慧宫出发，最后对邦桥区的海山路回家。绕境的路线拢会有交通管制，提醒经过民众就要特别注意。记者桂宗林、曾俊佑新北报道。来看宜兰县东山乡的13分溪排水，若雨水济时，附近的田拢会淹水无法度种植。县政府要来向中央争取1亿5千万的经费来种地，要拼明年底会当动工。田地中直直有水运出来，源头就一边啊排水的准高。宜兰东山乡13分溪排水的准高，袂输长啊咧牵到长，便若秋冬宜兰雨水期的时阵，准高的水就会冲悬，走去边的田地。
吼，然后落了后，甲咱这个查证也去这机关头遮吼，因为伊顶头沙石拢冲落来嘛，冲落来，所以讲咱这河道吼，拢叫拆掉掉。船长讲，除了排水的主任到原来我去土沙囤积，嘛是问题的，每一年拢爱清，问题也是无法度解决。即款淹水的田地有数十家，拢无法度种植，真侪民众要出入嘛受到影响。强度型的这个整个河川的一个湾区好，那所以变成这条常常如果有大水泛滥的时候，会造成这个农地的冲损。地方争取几年，希望尽来改善13分区排水的问题。不过，县政府伫2020年所提出的治理计划，到今也未通过水利署的审查，地署工程拢无具体的进展。县政府嘛有新继续检讨。11月份会再把修正版送水利署。那如果顺利的话，水利署会在年底来核定这个治理计划。县政府表示讲，13分区排水的治理计划，后个月就会上线，希望年底审查会当通过，通向水利署争取1亿5千万的经费，甲13分区的排水系统切弯疏直，各长面分化护岸加悬。若是顺利，会拼明年底开工。记者综合报道。有台东县议员指出讲，消防局使用的奥多拜18档拢无换过，目前嘛已经在管42台使用超过18档的奥多拜咯。消防局是表示讲，因会来争取经费来换新车。台东县消防局这只公务机车买来已经10几年，因为有保养也会徛哩，不过唔知当时的故障。台东县机关这阵得到消防分队有4台奥多拜，已经徛买20年，因为长久以来晒海风甲晒热，强要袂徛哩啊。而且台东县偏向离岛较济，救援人员若要去山区，也是海边仔的小路啊出勤，奥多拜常常故障，可能会影响救人。那么重要的一个机关的人员骑那么老旧的车子，我觉得还是不太适当啊。比较偏远乡下的救难或者它的道路可能比较有限。所以这一些机车装备啊是必然需要的。台东县消防局目前在管42台机车，平均使用拢已经超过18年。按规定，公务机关的机车使用的年限是6年。不过台东县消防局经费有限，无法度换。县机关要提出运用县机关补助款来协助汰换，不过却因为无符合补助采购办公设备的原则，所以无法度来补助。消防局讲会阁争取其他政府的补助，慢慢换掉。一直没有汰换这些机车主要的原因是消防人员执行外勤勤务大部分要携带很多的装备所以大部分都是以车辆来执行勤务。县府民政处讲，目前并无开放机关补助款摕来买公务车，因为经销等等的单位车辆的需求量较大，而且可能还阁有医护、税金、甲加油等等连带负担。记者综合报道。家己网络购物的会员享受优惠，就爱特别注意哦。有民众收到小单，才发现讲封口家己会员的费用，因为有真侪哦，拢会先提供免费的优惠，免费的期限一到，就自动来扣钱。有民众就去申诉，所谓发产业署是表示讲，因会来检讨。网络买物件较会便利，就像你镜头啊撇撇的，就会当买到介意的物件。不过嘛要注意陷阱，有民众真正讲伫库房买物件了，因为无加入我有会员，看到小单才知影放自动扣费用为59块。嘛有民众讲取消会员的手续真啰嗦，会直直叫你继续订阅。它其实不是很直觉的一点就有，我觉得没有很好找，而且我觉得它就是会一直引导你要再续订。这个我们也怀疑了哈，是不是这一个库棚是否有变相强制收费、被迫自动续订，还有呢取消程序复杂的这些问题了。苏珊署讲，针对无入的所用扣59块定案，已经要求业者提供资料调查，未来消保单位业者做检讨电子商务订阅制的规范。重点是要向消费者主动确认敢有要续约，不是消费者到期无取消，就甲准做自动续约这个方向来检讨。像我们就会要求他。以后这种订阅制跟自动续约这个要多多宣传，不要埋在深层底下。取消跟退款这个进度一定要透明。再来就是它一定要保持畅通的客服管道。免费期间啊，或者优惠期间多长啦？那期间届满以后啊，如何获得当事人同意？那接下来就是说，那如果当事人不愿意续约，那个取消要非常的容易。
库鹏回应讲，会接受主管机关对外会员服务的建议，每一个外会员使用服务，拢会通知会员的权益甲条款，而且伫 App 市确认了后才会生效。消费者会当随时用电话线顶客服，也是 App 3种方式取消订阅，嘛会继续增进消费者界面，提供清楚的资讯内容，相关标准的消费者保障。记者综合报道。台湾 AED 急救设备的数量有2万多台，是全球第2多，也毋过使用率无悬。为着要抢伫黄金时间来抢救性命，有民间团体佮卫生福利部合作，伫Google 地图来标示 AED 的位置，互民众需要的时会当真紧就找到。心脏病是国内10大死因之一，有医生讲，若是病情行起来，救命黄金时间是4分钟，就包括伫1分钟内做 CPR， 也有3分钟内使用 AED 急救。若是安尼做，有95%的病人会当健康出院。有民间团体指出，虽然 AED 的数量全台湾有2万多台，但毋过实际使用的比例无悬，所以即阵民团和政府做伙合作建立台湾 AED Google 地图，互民众有需要的时，通随知影物件在倒。1万多个求救案件，已经有2000多人是实际到场救援，成功拯救了27条生命。应该说 ，AED 虽然密度很高，可是使用率我们觉得可以再提升。伫第一线救人的消防人员讲，因常常接到通知到现场，但毋过发现民众虽然有伫咧现场做急救，却拢无用到 AED， 拢会等到急救人员到现场才有法度判断病人的心率敢有适合电击。但是民众若是会当先用 AED 来监测心率，就会当互急救愈顺时。去善用这个平台，因为这个平台是跟我们那个119的勤务指挥中心做连线的。只要他们判断出是一个没有呼吸心跳的病人的话，他们会推播到我们这个赖的听见 AED 的群组上面。那你看到之后呢，你马上就可以去现场做一个支援。所以透过这个活动，希望可以让 AED 到场的机会可以更高，对，然后位置是更准确的。中央和民间斗阵合作建立台湾 AED Google 地图，民众透过手机就会当来使用，希望提供服务需要的人，通伫第一时间来马上找到 AED 来抢救宝贵的性命。记者陈新东、谢桂林台北报道。咱台湾即摆已经是超高龄的社会，台北医学大学甲台语老师合作，并咱国内头一本长照台语的教科书，嘛有台语发音的参考。望讲会当来提供居家照顾的服务员，会当用台语甲惯势讲台语的老大人亲切沟通。穿白衫的这位是邮帮员，做长照服务13档，替时代冰心饲饭、洗身躯，对伊来讲拢是真实手的工课。唯一一件让伊非常苦恼的代志，就是用台语和时代沟通。可能阿嬷之前是疫情的时候要戴口罩，所以就说阿嬷烫口罩。烫可能是台语，或可能阿嬷就说烫口罩，她就把裤子脱下来，然后就开始跑。那所以服务者就说：“不是，我是要说把口罩脱下来。”这届伊专工转来母校台北医学大学，找伊的教授老方做请教。老师和伊有同款，有真深的体会。伊感觉真真侪人无法度用母语和时代讲话，尤其是即摆学生，可能连听都听无啊。不管是医用台语或是牙医台语的课程，那过去也有开设护理台语。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课？就是因为我们发现非常多的同学是不讲台语的。因两个决定合作编辑本合作长照台语的册，因先找10几位机服员来收集。普通时啊，伫咧工课场拄到的情景对话、台语名词和台语用句，然后请台语老师周家燕来改写做台文字，写罗马拼音，加上台语的录音，完成这本有声音的长照教科书。教册上惊就是严肃、严格，搁死定定，所以阮希望这个课本是编做剧情的，就是讲阿公讲啥物，阿嬷讲啥物，因就会当学甲足好。这本册未来会用伫咧医护人员的课程，老师也讲，对时代来讲，长照毋但是身体照顾尔，语言的陪伴更加重要，也较有温度。所以讲台语是一件真珍贵重要的代志。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再来看台文馆最近嘛出版一本互照顾者的文学书刊，望讲透过文字、文学的力量来陪伴辛苦的照顾者。上尾一届去病院看阿伯，伊已经冷烧烧，摕伫眠床顶啊。这是收伫互照顾者文学书刊的这本册内底的一篇内容。这本册是台文馆和出版社、作家和医生合作斗阵出的。
有12个作家、21篇文章，对知影时代破病艰苦开始，到双方关系改变，到后壁要走进前人生消失，分3个单元写出照顾者的心情。大家在阅读这3个单元，你会发现它是以一个脉络跟一个文气在流动的，它是一本很美的书。所以，即便你不是照护者，你把它当成一般的文集来看，你也会觉得它是很好看的。大文馆希望透过文学的温度和文字的力量来陪伴照顾者，也因为注重语言的多元性，所以伫册内底有收台语、客语和华语的有声册，会当读嘛会当用听的，还有加一本日志，让读者会当写出心情。看到你有感的那一段话，你就抄写，你写下来就产生共感。那在这里面，我们还考虑到语言的多样性跟多元性，所以这里面除了华语之外，有台语、有客语。因应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真侪家庭爱面对长期照顾时代的工课。大文馆讲，这是一本要陪伴照顾者的册。照顾过程中，辛苦、无助、冤家、惊吓，拢是会拄到的代志。也希望这本册会当让照顾者有一个休喘的空间。记者陈心彤、谢桂林台北报道。下晡晡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6度；中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9度；华岛地区上低21度，上悬26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